申命記第5章。摩西將以色列眾人召了來，對他們說：以色列人啊，我今日曉諭你們的律例典章，你們要聽，可以學習，謹守遵行。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與我們立約，這約不是與我們列祖立的，乃是與我們今日在這裏存活之人立的。耶和華在山上從火中面對面與你們說話，那時我站在耶和華和你們中間，要將耶和華的話傳給你們，因為你們懼怕那火，沒有上山，說：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麼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愛我、守我誡命的，我必向他們發慈愛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，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，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。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，守安息日為聖日。6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。這一日，你和你的兒女、僕婢、牛、驢、牲畜，並在你城裏寄居的客旅，無論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。你也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，將你從那裏領出來。因此，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，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。不可殺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，不可貪戀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貪圖人的房屋、田地、僕婢、牛、驢，並他一切所有的。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火中、雲中、幽暗中大聲曉諭你們全會眾的。此外並沒有添別的話。他就把這話寫在2塊石板上，交給我了。那時火焰消散，你們聽見從黑暗中出來的聲音，你們支派中所有的首領和長老都來就近我，說：看啊，耶和華我們神將他的榮光和他的大能顯給我們看。我們又聽見他的聲音從火中出來。今日我們得見神與人說話，人還存活。現在這大火將要消滅我們，我們何必冒死呢？若再聽見耶和華我們神的聲音，就必死亡。凡屬血氣的，曾有何人聽見永生神的聲音從火中出來，像我們聽見還能存活呢？求你近前去，聽耶和華我們神所要說的一切話，將他對你說的話都傳給我們，我們就聽從遵行。你們對我說的話，耶和華都聽見了。耶和華對我說：這百姓的話我聽見了，他們所說的都是，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，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。你去對他們說：你們回帳棚去吧。至於你，可以站在我這裏，我要將一切誡命、律例、典章傳給你。你要教訓他們，使他們在我賜他們為業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謹守遵行。
不可偏離左右。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們行的，你們都要去行，使你們可以存活得福，並使你們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長久。